7月2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126到128篇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我真爱讲这故事。听我讲台语就知道这句话其实是一首圣诗，圣诗的这个诗名叫做我真爱讲这故事。而这诗歌里面呢，总共有4节，每一节都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作者、这作词作曲者要取我真爱讲这故事。当然它是英文翻译，但是它的内容让我们更明白，因为在这故事里面让人的心有平安，在这故事里面让人的心有盼望，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不论你真实经历了什么样的处境，就在这里面，人爱讲这故事，因为这是一个一直不断在更新的故事，更新人生命的故事，更新人事情的故事。让人在唱这条信息的时候会笑念这位疼我的主。在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们不断的在数算从主来的恩典。今天诗篇126到128篇，就是不断的透过唱诗数算上主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所以今天必须祷告的经文，诗篇128篇1节，就讲到敬畏上主的人多么有福啊，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。因为有福的人，他认识这位主，他敬畏这位主，他活在这位主的赐福里面，而且他不断的想起，就不断的再次经历，他不断的经历，他就不断的再次想起。这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1年3次要上耶路撒冷朝圣的过程当中所唱的歌，它背后的意义。因为他们领受这样的赐福，所以他们每1年要去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过程当中，那是一个上坡啊。所以在这个诗篇120篇到134篇就说这是上行之诗，因为一直往上走。在这个往上走的时候，人的心好像也越来的越有盼望，而且在往上走的时候，可能有人是脚步沉重啊，因为是上坡啊。可是虽然我们的肉体，虽然我们的身体有许多的疲惫或是挑战，然而我们的心却因着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，好像在做见证一样。的确就是在做见证，因为这个是他们真实经历的。在120篇到134篇大概可以分5个段落，而每一个段落大概有3篇，每3篇都是一个结构，在讲一首，好像这3篇就是一首诗歌。同样的结构就是都讲到人在什么样的处境，而在这个处境里面，人经历到怎样的这位主的作为，而这位主透过这些作为，让诗人真实明白人生是在主的里面是怎样被赐福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首诗篇126篇，一开始就讲到好像是一个做了一场梦的状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从被掳被归回了，他们从被掳的情况终于归回了，归回锡安，归回到家乡，是上主把他们带回到家乡。而就在这当中，这个处境，这个过去是困境甚至是逆境的处境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呢？因为我们的主，他让我们的盼望好像原来是种在土里的种子，如今生根发芽。我们的主听见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主听见我们的呼求，听见我们的盼望，听见我们内心那真实很深刻的需要，而他回应了我们的祷告。他不仅回应我们的祷告，诗篇127篇，诗人更深的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要不是我们的上主建造房屋，
建造者的工作就都无效啊！要不是我们的上主守护城池，看守的人就徒劳无功。这是我们很常特别是在建堂啊，或者是建造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很常会讲，若不是我们耶和华他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守护城池，那守护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也就是说，是因着上主的保护跟帮助，使得这群过去是失丧家园的，如今可以回到这里。而且回到这里，不仅是回到这里让我们可以安然好睡。我们的主让我们在过去到现在有很大的改变，好像许多的人他们经历主之后，他们的不是解决那个事件而已，而是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生活有了改变。在这里，这位诗人他讲到的改变是什么呢？他讲到的领受是什么呢？他领受到儿女是上主所赏赐的。过去在那被掳的时候，可能因着战争人口锐减，可能生儿育女变得是一件好像很负担很重担的事，然而却因着主的保守带他们回到家乡。再一次诗人领受到这位主启示他，儿女是上主所赏赐的福分，是上主所赏赐的产业。所以如果能够带领儿女来敬畏上主，这是一个多么有福的事啊！让我们的儿女可以来认识这位主，让这些儿女他们就是很有力量，他们就是生命的盼望，新的生命嘛。这些新的生命让我们领受到主是那位赐福的主。所以128篇就继续讲到说，敬畏上主的人多么有福。我们 RPG 祷告的经文，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怎样的有福？因为诗人在这被掳归回中，他真实的认识到，原来能够吃劳碌所得的，我所栽种的，我能收获，甚至够用，这是有福的事。我们看看现在的天气，其实就能够晓得，现在不管是热浪、干旱、暴雨、洪水，整个气候的整个非常剧烈的改变，让许多的作物不是过于盛产，就是过于干旱，长不出来。所以一个人他的收获，他可以得到他够用的他的努力，他的劳碌可以得到他够用的收获，这是从主来的赐福。他也感受到他的妻子，他的儿女可以一起在家里，可以一起有好的这个生活的品质。什么样的生活品质？以当时来说，就是多结果子，能够他的妻子能够生儿育女跟他一起，他的儿女能够真的是活出那个新的生命、新的盼望。其实这是最大的赐福。所以诗人经历了这个过程中，他感受到，他经历到这位主，他带领人的生命，他带领人的生命经历到许多的平安，在人看来好像是很平凡很简单的，可是其实这都是上主的赐福跟保护。在上去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，我相信他们还没有到圣殿，他们已经开始敬拜。有一位姐妹，过去将近5年的时间，她好像也经历了像今天诗篇所说的，回顾看来像是做了一场梦。那些从来没有想过的人生经验，真的若不是上主奇妙的作为，还不知道怎么走过。所以我们在7月29的时候在周六礼拜的时间，我邀请他来分享经历丰盛主恩的见证。我相信这是我们爱讲的故事，这是我们盼望听见的故事，这也是我们希望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与上主同行的故事。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你怎么看待这些故事呢？当我们不断数算
上主与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。我相信在我们遇到可能下一个或你正在经历到许多挑战的时候，你会知道这位主他与你同在，他爱你到底，他陪你走过这些挑战，让你经历一个突破的生活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。你说敬畏上主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你借着诗人的口说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你让我们透过诗篇的上行之诗看见，当我们在讲的时候，可能这是一个过去的事，但我们渴慕，我们每一天好像就活在这当中，好像就活在这神机骑士的里面。主，谢谢你，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其实这口呼吸就是神机骑士。我们能够改变，能够转变，就是神机骑士。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生命的成长，就是神机骑士。谢谢你，让我们每一次透过迦南之声，我们好像就在讲这故事，与你同行的故事，主你作为的故事。谢谢你，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透过今天再一次来线上感谢，因着主你的带领，使我们透过这个迦南之声来祝福许多听这故事的人，带领我们更多来经历你。愿主你的赐福临到每一个相信而且照着去行的人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上主赐福你，让你也爱听爱讲这故事，上主与你的故事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